嗨，011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陈希英 Wallace Chan。珠宝是一种小型的雕塑，人是珠宝的载体，建筑是雕塑的一个载体。经常探索的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那在珠宝上面，我得到的是宝石身体里面的光的走动，它每一片的切割都是光的一种路径。做大型的雕塑，其实也是从微光变成宏观的一种经历。我用钛金属去做雕塑，目的就是要走进永恒，因为钛金属是最接近永恒的金属。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开幕之后，7月份就到了中国上海美术馆。可以说2017的这个3个油壶已经成长到7米、8米、10米这么高，因为2个地方都是与水共生的，所以威尼斯跟这边的水是流动的。但是在上海展示是更大的空间，它这机器探索我们对自己内心回归我们自我探讨我们存在的这个价值。